2024年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中国唔但讲单违反贸易壁垒，刷落个停止恶化一寡产品关税优待。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中国的目的真明显，就是要逼台湾接受九二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上空上胖，要停影响台湾选举的结果，停止恶化优待项目，嘛拢挑工经一寡对台湾影响较大的。换总统大选，中国煞竟伫这个时阵先宣布台湾违反贸易壁垒，所期2月又搁宣布终止恶化部分产品关税减量。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政府甲企业早就知影这种情形有提前经验，对国内经济影响无大。也讲中国是对台湾做政治目的的经济胁迫。在昨天一宣布了终止减让关税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们马上提出来无法被台湾人所接受的这一个9·2共识这一个政治目的呢是昭然若揭。学者王德成分析，中国想要介入台湾的大选意图真明显，是伫咧对台湾做压力测试。就连宣布停止项目拢是经过设计，譬如讲石化产品是台湾单向输出到中国，也若亲像半导体这种双向产品，对中国的经济也会带来影响，就无啥可能的禁止。如果是台湾的半导体到了中国，中国在加工出口这样的产品的话，他也不敢制裁或者不愿意制裁，因为这个对他的经济的打击可能会比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来得更大。跟中国大陆做生意本身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来讲，我觉得还是赶快清理战场，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比较好。王光成建议，台湾就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靠，譬如讲，厂商会当慢慢把产业的重心自中国转到东南亚，甚至是加强甲欧美国家合作，才能防止中国向强的经济胁迫，降低对咱产业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